咁其實某程度上面我都幾大愛嘅，因為如果唔係大愛嘅話，你可以諗到就係我點有可能我住喺英國嗰陣時都好多年啦，10年啦。點解有咁多香港人嚟嘅時候，我要出嚟幫佢哋啫？其實可以咁講，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，關我咩事啫？係咪先？我過好自己生活就得啦。咁失達香港人嘅 Facebook 社群就係2021年左右成立，其實都一段時間。嗰陣時就係因為見到好多香港人嚟到，喺街度拎住個篋行啊定點樣，咁變咗嗰陣時諗緊啊，其實我係香港人，我想幫下佢哋，但係又唔知點幫法好。咁我覺得有一個社群 online 嘅社群嚟到接觸佢哋係一個好嘅途徑啦，最有效嘅方法啦。嗰陣時兼且係 lockdown 添啦，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。咁個社群其實有幾樣嘢最主要做啦，一樣嘢就係香港人幫助香港人定居啦，即係幫佢哋無論揾學校啊，或者遇到咩生活嘅難題，我哋可以彼此幫助啦。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希望了解下佢哋嘅需要之後咧，我希望將佢哋嘅需要話俾負責嘅無論 authority， 無論係 council 又好啦，或者各樣嘅團體又好，話俾佢哋知香港人面對嘅困難係啲乜嘢，希望佢哋盡早能夠解答呢種嘅所謂嘅圍爐，我覺得好重要。即係大家知道就係唔係你自己單打獨鬥面對呢個困難，而係其實大家都面對同樣嘅困難。咁但係我哋可以一齊去面對。開設 Sutton 香港人 Facebook 社群嘅 Richard Choi 其實已經移民英國15年，因為過去嘅移民經歷，佢明白到作為外來人嚟到新地方生活，要面對各種難處。於是希望以過來人嘅身份企出嚟幫助自己人。我嗰陣時啱啱嚟英國嘅時候，我能夠記得嘅就係覺得我英文應該都 OK 咁，但係其實咧真係到咗要同啲同事溝通嘅時候，用英文溝通嘅時候，先發現其實都有啲困難嘅，係有啲困難嘅，因為英國倫敦咧特別係其實都多種族㗎啦，你唔好講緊印度、巴基斯坦嗰啲啦，我哋就咁講翻英國裏自己嘅 Scotland 咁講，佢嘅口音係非常嘅重，特別係除咗佢哋用字之外，亦都會有啲佢哋嘅口語咧，或者係文化上面本身有差異。咁譬如佢哋中意討論嘅DIY 屋企嘅 DIY 又好，或者討論佢點樣整理佢嘅家庭又好，又或者討論佢哋足球隊或者之類嘅點好。咁當然我嗰陣時啱啱移民嚟嘅時候，語言又係原本語言已經係一個少少嘅困難，跟住再加埋唔同嘅文化背景，咁其實係真係幾大衝突嚟嘅，幾大衝擊嚟嘅。咁我真係要花咗唔少時間。其實當時都會有沮喪嘅感覺嘅。咁我覺得呢啲嘅經驗都係好好嘅，就係佢幫我去了解、去預想到香港人定居喺英國嘅時候，佢哋會遇到嘅困難係咩。咁所以亦都係點解會驅使咗我，就係當時2019年之後，點解我希望去多啲去幫忙香港人咁樣樣。因為了解港人社群嘅需求， Richard 屢次受到自由民主黨嘅邀請參加Sutton市議會選舉，但佢曾經喺2022年拒絕參選，原因係唔希望因為Sutton市議員嘅身份妨礙移英港人了解英國嘅政治生態。嗰陣時，譬如2022年，好多香港人連英國有幾多政黨、有邊幾個政黨都唔係好清楚。咁我覺得，如果我作為一個地區發起人，我係喺某個政黨裏面，其實某程度上面，你話係幫助香港人咩？定係一個妨礙香港人咧？我覺得係似妨礙多啲，因為我妨礙咗佢哋去更多正面嘅去了解唔同政黨佢嘅取態。即係我之前亦都有參加，譬如 Vote for Hong Kong、Vote for HK，希望去宣揚俾香港人教育香港人佢嘅投票嘅價值同埋意義咁樣啦，同埋同唔同政黨嘅關係。咁其實到咗呢一步，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對英國本地嘅政黨已經有唔錯嘅了解啦。咁佢哋都有自己嘅睇法㗎啦，無論之前咩政黨都早就已經有自己睇法。咁所以我覺得已經係到一個地方就係，其實我可以去行下一步。咁就係點解我要行出嚟作為一個候選人？咁但係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地區嘅領袖啦，係咪叫應該算 organizer， 即係發起人啦？呢個Sutton香港人嘅發起人嚟講，我有責任唔單止係幫助佢哋能夠落地生根，即係開心咁樣適應呢個生活。亦都我睇到一個責任就係，我希望可以俾香港人樹立一個好正面嘅形象，而且係無論係嚟自社區裏面邊個政黨或者邊個信仰背景，佢哋都會認同香港人追求嘅嘢。
Richard 喺參選之前一直花咗唔少時間做地區工作。身為設計師，佢喺英國成立咗亞洲人設計師協會，希望了解業界人士嘅需要，亦成為本地學校 Sutton College 嘅校監，以各種身份同唔同機構合作，幫助香港人融入本地社群。此外，佢亦安排港人社群同唔同政黨嘅國會議員會面，希望令香港人樹立正面嘅形象。國會議員嘅選舉又好啦，或者之前地區嘅選舉又好，我會幫佢哋安排唔同嘅會面嘅機會，去同香港人會面，香港人社群會面，或者係農曆新年又好啦，或者可能其他嘅節日都好，希望係讓無論係保守黨又好，或者自民黨又好，佢哋有機會同香港人做一個對話，因為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最大嘅好處其實係，無論係咩政黨都支持香港人，本地社區對香港人其實都幾正面咯。社群其實佢哋覺得香港人係一個好易相處、好有效率、好有禮貌嘅一個族群嚟嘅。目前嚟講，至少喺 Sutton 我所了解嘅先啦。咁我哋對翻印度族群或者好多回教相關嘅信仰相關嘅族群，咁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就係香港人嘅融入嘅速度係非常嘅快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因為香港人嚟得英國，佢個 demographic 就係佢教育水平都相對較高啦，佢又有相當嘅收入啦。咁兼且香港人又冇話特定嘅裝束，或者冇一種捆綁式嘅信仰，咁所以佢哋喺呢一度係相對嚟講係較為容易被本地社區接受嘅。Richard 坦言，今次參加補選係希望以領頭人嘅角色，鼓勵更多香港人成為地方議員。佢認為有香港人嘅聲音喺議會出現相當重要，能令大家遇見嘅問題得到更多回應。我自己嘅期待就係，我希望多去聆聽啦。其實香港人改變緊啦，其實可以咁講，因為從佢準備要嚟英國定居，同到真係定咗居之後嘅諗法係慢慢改變咗。咁譬如咁講，如果係一開始2020年、2021年，即係啱啱開始嗰一段時間，大部分嚟嘅就係睇下校網好唔好啦，點樣先入到 grammar school 啦，即係呢啲可能係第一嘅。咁第二就係咩咧？當啲小朋友落咗腳之後咧，就諗下我要係買屋買喺邊度啦，近唔近學校啦，樓價如何啦？呢個就係即係後尾睇嘅。咁後尾再安定埋落嚟，而家乜嘢都定晒，又有即係小朋友又乖乖返學啦，跟住之後咧自己間屋又搞掂咗啦。咁於是可能就諗就係要創業啦，或者可能諗嘅就係點樣去發展一啲嘅事業啦？譬如可能唔一定係同賺錢有關係，譬如可能係幫咗一啲慈善機構又好啦。目前嚟講，大家較為關注嘅應該就係 High Street， 我哋 Sutton High Street 會有重建，好多嘅重建嘅計劃。咁好多關注就係話太多嘅人啊，太多嘅樓啊，會唔會造成交通上面嘅阻塞啊，或者唔夠停車位？咁呢啲其實就係我覺得係，如果我接落嚟係 councillor 嘅時候，我會幾 focus 去關注嘅一啲地方，就係個 High Street 嘅更新同佢嘅相關嘅配套設施有冇辦法做一個支援咁樣樣咯。對呢度嘅選民嚟講好重要，佢覺得係真係有人聽佢講嘢嘅，唔係嗰啲淨係識得派傳單投票先叫我出嚟嘅咁樣樣，而真係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咁樣，咁所以都係好重要嘅一步咯。其實一樣嘢我好想做嘅，咁但係同呢個當唔當選冇乜關嘅，咁就係我希望多啲香港人 councillor，呢個我真係好想做嘅。咁我之前都有大概講，我希望就係如果因為下一次選舉就係2026年，好快嘅啫，1年左右嘅時間。我希望我哋能夠有3個或者以上嘅香港人能夠參選成為 councillor，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香港人嘅聲音喺議會裏面好重要啦。咁我覺得對我目前嚟講就係我希望行前一步先。去了解下情況啦，亦都係希望我哋都係 support 下我哋其他有心想參選嘅香港人啦，我哋可以一齊去做，睇下點樣可以幫呢個社區變得更好。Thank you very much.